弟兄姐妹，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祷告会，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疫情的当中，我们仍然心里平静、安稳、喜乐，有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安静等候主圣灵来到我们当中。也许我们现在在家里，也许我们现在在其他的地方，但是无论在哪里，祷告使我们能够相聚在一起。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唱诗赞美上帝。我们一起来唱182首，我们的敬拜诗集182首。我们来唱《爱拯救我》，182首，《爱拯救我》。愿上帝的爱大大的充满，也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182，爱拯救我。我们可以一起来跟着影片来唱。平安平安我愿离，千里最深海里，熙然无点日已深，再无望能兴起，星系海洋大主宰，听我绝望呼求，从海中将我举起，蒙主拯救。爱拯救我，爱拯救我，当无别法可救，爱拯救我，爱拯救我，爱拯救我，当无别法可救，爱拯救我。愿主帮助我们，上帝就是爱，这爱能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过犯，脱离一切的罪，使我们在基督里成为圣洁。我尽全心奉献主，永远归主支配。我活着为靠救主，欢抬歌唱赞美。爱里和大河和真，激发我灵颂扬。众幸福的爱救主，乃我该当。爱拯救我，爱拯救我，当无别法可救，爱拯救我，爱拯救我，爱拯救我，当无别法可救，爱拯救我。当无别法可救，唯有爱拯救我们。愿上帝帮助我们，因为上帝就是爱，唯有爱能够拯救我们。我们再来唱222首，222。如果我们有敬拜诗集，我们一起来唱，或者是跟着我们的影片来唱222。我们来唱《和平之子》。
222，我们来唱和平之子。这是圣法兰西斯的祷告，上帝帮助我们。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你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哦，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这是圣法兰西斯的祷告，让这首诗歌也成为我们的祷告，把我们的祷告带到主的面前，也让上帝的祝福临到在我们的当中。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盼望，在幽暗之处播下你光明，在忧愁之处播下欢愉。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赦免使我们别同赦免，在舍去使我们别有所得，在死亡使我们别进入永生。愿主使我们成为和平之子，使地上带来和平跟平安。我们再来唱302首，我们来唱我唯需主。我们每时刻都需要主耶稣在我们的里面。我唯时刻需你救助恩神，谁有肉身似你，足为我行。我需你，我真需你，每时刻我需你，望主随时施恩。
刻都需要主耶稣。我们最后来唱一首台语的诗歌468首。耶稣陪你行。人生虽有风雨真歹行，有时黑暗中真惊惊。所谓的人生苦悲。
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心里不害怕。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在这里一同在祷告中聚集在一起。虽然我们没有办法亲自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的心是连结在一起的。愿你恩待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害怕，靠你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主啊，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我们仍然能够成为你的和平之子，并且在各样的事情上面显出我们是属你的。愿你恩待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在各样的地方看见主你恩待我们，让我们手所做的一切也尽都顺利，保守我们在你的里面有平安。也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无论在家中、在工作里，或是在其他的地方，都保护他们十分的蒙恩。他们的家人无论在任何地方，也保守他们平安。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保守我们在你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我们所要看的经文，在约翰二书第1节到第6节。约翰二书1节到6节。很多人会问说，为什么没有章？因为只有1章而已。所以约翰二书我们要看的是第1节到第6节。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二书1节到6节。我们先来读和合本的地方，一起来念和合本的地方，帮助我们能够对今天的经文有一些了解。好，来看约翰二书1到6节。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恩惠、怜悯、平安，从父上帝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太太啊，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就是这命令。阿们。接下来我们来读现代中文译本，方便我们来对这段经文对照有更多的认识。我们一起来读现代中文译本1到6节。我是长老，我写信给你们蒙拣选的夫人，也给你的儿女。你们是我诚心所爱的，不但我爱你们，所有认识真理的人也爱你们，因为真理在我们心里，而且要永远与我们同在。愿父上帝和他儿子耶稣基督赐恩典、怜悯、平安给我们，使我们始终生活在真理和爱中。我很高兴，因为我知道在你的儿女当中有遵从天父命令、生活在真理中的人。所以，亲爱的夫人，我请求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我向你提的并不是一条新的命令，而是我们从起初就领受了的。我说的爱，就是我们必须遵从上帝的命令。你们从起初所听到的命令，就是你们要以爱为生活的中心。阿们。愿上帝祝福他的话，还有听他话语的人。我相信在疫情的当中，我们有很多人会担心跟害怕。当然，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有一些事情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所以我们需要学习一些功课，是哪一些是我们可以从这些地方可以去做一些自我的控制控管，哪一些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不是我们可以去管的，但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做。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疫情的当中知道怎么样处在这样的环境里，仍然能够喜乐平安。那所以论坛报这边有一些的很好的讯息给我们，来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疫情当中过一些的生活当中的一些的帮助。好，第一个我们可以来看到我不能控制的地方。也许很多人也许会说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担心，比如说负面的情绪跟反应，这些东西是我们无法去控制的，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别人的情绪感受。但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是什么？
是健康的防疫心态，不焦虑，不恐慌。所以基督徒，我们仍然有这样的盼望，有上帝住在我们的里面。虽然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们无法去控管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有自我的这样的管理，不恐慌，不慌张。我们不能控制的是什么？有很多人因为担心害怕，所以以至于需要去购买很多的民生用品。也许我们有很多人会去摊贩，或者是去一些的商店，或甚至去卖场，会去看到很多人要去囤积很多的货物，或者是排队抢购物资。但是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只需要我们够用的就好。所以准备物资，但是不去过度的去囤积这些的东西，好让我们知道我们一切所依靠的不是在于这些东西有多少，而是在于我们对上帝的信号，还有对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制度的这样的一个遵守。第三个，我们不能控制的是什么？也许我们不能够控制这个别人戴不戴口罩，因为特别现在虽然国家有规定不戴口罩必须要罚款或是有一些的惩罚，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别人是不是一定要戴。所以别人有没有戴口罩，有没有维持安全的距离，对我们来说是无法去控管的。但是我们可以怎么做？对我们来说，我们可以做好的就是我们自己可以戴好口罩，做好防疫的这些的措施，以至于我们不会去影响别人，或是去伤害到别人。那再来就是我不能控制的是哪些？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别人的口，不能控制别人的嘴巴去讲一些负面的话，或者是一些的猜测，或是负面的情绪，或是一些不实的资讯，这些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的。但是我们可以去做的是什么？就是在最右边的地方说，我们可以多祷告，多接触灵修的资讯。我们每天早上，我们的高雄区的牧者，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灵修的讯息要给大家，所以我们可以透过早上的这样的一个灵修的讯息，来帮助我们能够来维持平静跟安稳，并且传递关怀跟盼望。特别我们能够透过一些的电话，或是用赖的讯息来关心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千万不要觉得我都没有时间去关心别人。其实像现在这样的时候，正是我们可以去关心别人的时候。我不能控制的是什么？在别人焦虑当中自私自利，只顾自己。很多人在很多事情上面，可能只需要为了自己的好处，所以会大量的给自己，把利益都放到自己身上，或是去抢别人的这些的物资。但是对我们来说，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去更多顾虑这些有需要的人。所以我们不是单单只顾自己的事，还要能够顾虑到别人的需要。所以不是只有我自己好就好，而且能够顾虑到别人的需要。所以基督徒应当过圣洁的生活。这个圣洁不是只有自己好，而是要帮助别人，让别人也能够好的。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也可以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我不能控制的是别人陷入过去的恐惧中，未来毫无盼望。也许对很多人来说，未来不知道怎么做。也许有很多人担心，不晓得这个疫情要延续到什么样的时候。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可以控制的是活在当下。也许我们没有办法每一天都能够好像照着我们的心意这样去过，但是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过好今天，这是我们最需要去学习的，而不是要为明天来忧虑。所以期待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为台湾的疫情祷告，愿上帝来帮助我们。特别我们要常常来纪念这些在第一线的，还有这些在帮我们做这些防疫的这些的政府官员首长。愿上帝来帮助他们，给他们有聪明智慧，能够做好的这样的决定跟政策。也为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来祷告，特别现在正是防疫最严峻的时候，求主帮助，让我们可以常常关心。也许我们不能够做些什么，但是我们能够为这样的疫情来关心跟祷告。那当然，我们也求上帝来帮助，让我们能够看到保护我们的比在这个世界上的更大。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以利亚曾经让一个年轻人看到说，保护他的比在这个世界上的更大。以利亚先知曾经让这些的这个当时的这些的诸国，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即使这些要来攻击以色列国的，或是在攻击这些以色列人的，他们都能够退过去，或者是让他们都能够看到，原来保护他们的是比在这个世界的更大的。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更完整跟真实的情况，保护我们的比在这个世界的都更大。
当然，过去我们提到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说，教会并不是一个建筑物或是一个建筑体。很多时候，我们常常都以为这是一个建筑物或是建筑体，教会是一个建筑物或建筑体。但是事实上，上帝帮助我们，当初代的教会，他们提到教会的时候，他们不是想到宗教的场所，不是想到宗教的活动，他们不是想到所属的宗派，他们想到的是一群跟随基督的天国的群体，而他们的使命就是为基督来做见证。所以一样，在当时的患难的当中，对基督徒来说，他们是有盼望的一群，他们是有这样的信心的一群，他们知道上帝必与他们同在。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看到在我们里面的比在这个世界的更大，我们能够胜过这个世界。当然，提到教会，我们更需要看到教会的特质就是爱上帝跟爱人。如果一个教会不能够爱上帝跟爱人，或是使人能够爱上帝跟爱人的话，无论这个教会的物业是升值多少的钱，这都是一间负资产的教会。所以我们期待教会能够更加的健康跟兴旺，我们期待教会能够更加的健壮。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看到在教会里面，能够让弟兄姐妹学习到爱上帝、爱人，这才是教会一个重要的使命。能够爱上帝跟爱人，这个才是圣洁。愿上帝来帮助我们。那补充刚刚的一个资料，不是以利亚，是以利沙先知。以利沙先知在他的在服事的当中，他让年轻人看到，原来比在跟他们同在的，比在这个世界上的更大。好，所以不要为数目而得意，也不要为这样的数目而自夸。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在现在的一个状况里，让我们会看到好像大多数的教会有一些的改变或者是调整，包括这个叫做人数众多的教会也有一些的调整跟改变。但是不要为了数目而得意，也不要为了好像我们拥有这些什么而自夸。在上帝的眼中，并不是夸耀这些，在世人眼中，也许我们夸耀的是热衷聚会的会友，可是在上帝的眼中，他所要看到的是愿意跟随主的门徒。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愿意跟随主的门徒，这些人他们才是愿意上帝眼中看为宝贵的，而不是一群粉丝，好像是来跟着风的，或是跟着这些的名讲员，或者是跟着这些的好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来跑的。愿上帝来帮助我们，不是以数目为得意，而是以我们能够有跟随主的门徒来夸口。所以基督徒的素质要比基督徒的人数更加的重要。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这个陶素这个牧师他说，基督徒的人数素质是比人数要更加的重要的。所以在追求教会增长的当中，我们更要看到基督徒的素质应该是什么。所以一个能够爱上帝爱人的这样的基督徒才是真实的基督徒。所以约翰卫斯理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差不多的基督徒》。也许我们有表面上的行礼如仪，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真实的爱上帝跟爱人的生命，那么我们都是差不多的基督徒。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上帝的殿在哪里？上帝的殿就在我们当中。他说我们就是上帝的殿，上帝的灵要住在我们的里面，因此在灵里和真理中来敬拜上帝。所以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敬拜的地方不在这个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敬拜的地方是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所以无论我们在家中，或是我们在远处的地方，或是我们在任何的环境里，我们都相信上帝与我们同在，以至于我们能够在真理和灵里来敬拜上帝。好，所以很多人期待说教会是扩大或是增长的，但是上帝看重的教会不是一个有形的，或是这个物质上的，或是这个好像建筑物的教会。耶稣没有教堂，耶稣没有这些的礼拜堂，但是他带领的12个门徒是改变世界的。所以信仰的重心不是在于外在的建筑，而是在于内心生命的连结。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在我们渐渐增长跟强壮的时候，也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在内在的圣殿里面的建造，还有内在的素质的这样的一个建造更是需要。愿上帝来带领我们。耶稣没有礼拜堂，但是耶稣带领
12个门徒，甚至是这些愿意跟随他的人去改变世界。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拥有这么多，我们也需要能够回到主的里面来，成为主的门徒，以至于我们能够被差派在这个世界上来为主做见证。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分析上，我们请大家来看一下经文的分析。第一个，约翰2书，这是使徒约翰在晚年的时候写的一封书信。所以当时的基督徒正在面临内部有异端的侵扰，外部有罗马政府的官方的逼迫，所以这个是当时的一个文化。所以使徒约翰的书信都在鼓励当时的基督徒和教会要如何坚持跟持续不断的信靠上帝。所以约翰1书、2书、3书，这个是连续的这样3卷的书信，写作的时间都是相当接近的，而且是在帮助当时的教会解决一些异端的问题，还有争议性的问题，以及如何在逼迫跟患难中过得胜的生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读约翰1书、2书、3书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使徒约翰他在写作的这样的一个心智是什么。第二个，不单是使徒约翰，保罗也用心腹来形容教会，所以保罗也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用新娘、用心腹来形容教会。所以约翰2书书信中提到被拣选的太太，其实指的就是基督的教会。这个在第1节、第2节的地方可以看到，但是它是没有特别的署名是哪一间教会，所以应当指的是当时分散在各处的基督的教会。所以真理指的是什么？真理指的就是基督自己。所以认识真理和爱真理的，都是指爱基督和爱上帝的人。所以这些爱基督和爱上帝的人，他也会爱这个教会。所以上帝帮助我们，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是爱上帝的、爱基督的，那么我们就也应当要爱上帝的教会，因为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所以思考的地方，我们来看到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所以爱基督的人也会爱基督的教会。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不能口里说我们爱上帝、爱基督，但是我们却不爱基督的教会。所以我们如果爱教会，那么我们就是爱基督、爱上帝的人。第三个，上帝的儿女是活在爱与真理中的。使徒约翰期待上帝的祝福临到在这些属上帝的儿女身上，所以使徒约翰认为他自己的喜乐的来源，是因为看到教会里属上帝的儿女要照着从天父所受的命令遵行真理。所以使徒约翰好像一个老父亲一样，他有一个为父的心在里面，看到儿女们争气，心里面就无限的欢喜。他看到儿女们能够来遵守上帝的话，他就欢喜。所以思考的地方，我们可以来思想，这是对传道人的一个提醒跟激励。传道人要有为父为母的心，不是在乎教会的人数跟奉献，而是要在乎基督徒们是不是照着真理来行。所以如果我们的弟兄姐妹照真理来行，那么我们的心就可以得着满足。所以一个当传道人的人，不是因为看到人数增长，也不是因为看到这个金钱的奉献，而是因为能够看到弟兄姐妹都能够遵照上帝的话来行。第四个，信主的人从主那里领受到的命令，就是大家要彼此相爱。所以上帝的命令是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使徒约翰提醒说，这不是新的命令，而是从起初就领受的命令。所以它不是一条太新潮的，或者是一条好像是特别的命令，不是，而是从起初就有的。所以在第5节到第6节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基督徒用什么来表达对上帝的爱，就是要照着上帝的命令，并且要彼此相爱。所以爱上帝和爱人就是基督徒的生活的准则。所以我们卫理公会特别提到，真实的基督徒其实就是爱上帝跟爱人的基督徒。所以思考的地方，爱上帝跟爱人就是基督徒的生活的实践。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爱上帝、爱人来表达我们是属上帝的，也是爱上帝的，并且也能够透过爱人来看到我们透过爱人的缘故来爱上帝。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愿求主祝福我们，让我们特别在这样的一个疫情的当中，我们常常纪念弟兄姐妹的需要，常常为弟兄姐妹来祷告。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那么我们就要一起来进入祷告的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弟兄姐妹的各样的需要，也为他们一起来祷告。那我们一起来翻开教会的事工报告跟肢体消息的地方。